大家好，我係彭晴，歡迎大家收睇閱讀健康新聞。今日同大家講嘅新聞包括有：你今日飲咗幾多杯咖啡啊？原來咖啡可能同你嘅肌肉、脂肪甚至荷爾蒙都有關。原來可以活到100歲以上嘅人，身體入面竟然藏住一種特別多嘅殺癌細胞。印度科學家仲研發咗一種話可以殺癌細胞、唔傷好細胞嘅智能藥。皮膚癌疫苗都有重大突破。最後，好多濕疹患者長期食嘅抗組織胺，原來效果可能同你諗嘅完全唔一樣。今集5單嘅閱讀越健康新聞，每一單都可能改變你平時嘅習慣。等我逐單同你一齊拆解。咁咖啡竟然同肌肉荷爾蒙有關？呢一單新聞咧係嚟自University of Oulu 喺芬蘭嘅呢間大學嘅新研究，話飲咖啡咧可能同你嘅身體組織有微妙關係。研究人員咧分析咗2264位46歲人士嘅資料，佢哋全部都係嚟自 Northern Finland Birth Cohort 1966年呢一個長期追蹤計劃。研究嘅團隊咧就睇下佢哋平時飲咖啡嘅份量啦，同埋體內嘅代謝物、心血管代謝風險指標同埋性荷爾蒙水平之間咧，到底有咩關係？結果咧都幾有趣嘅喎。飲咖啡多嘅人咧，總體脂肪同埋腹部脂肪咧都偏低，骨骼肌肉量咧就較多。就算佢哋同少飲咖啡嘅人咧 ，BMI 咧都差唔多。仲有嘅咧就係飲咖啡多嘅人，血液當中咧有一種叫做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s（BCAA） 呢啲物質嘅水平較低。呢一種物質如果長期偏高嘅話咧，過去咧就同胰島素抗性同埋二型糖尿病嘅風險有關。最令人意外嘅咧就係荷爾蒙嘅部分啦。喺男性入面咧，飲咖啡多同較理想嘅血糖胰島素水平咧有關。總睾酮素同埋 SHBG， 即係 Sex Hormone Binding Globulin， 性激素結合蛋白嘅水平較高，但係游離睾酮素咧就反而略低喎。女人方面咧，主要就係 SHBG 上升，游離雄激素嘅指標咧就下降。喺呢個研究裏面嘅第一作者 Luca Verroes 咧係 University of Oulu 嘅 doctoral researcher， 佢就話咧，就算計算咗BMI 同埋生活習慣，呢一種荷爾蒙信號依然存在，而且男女咧有唔同嘅模式。但一定要講清楚，呢個係觀察性嘅研究，即係話佢只能講有關聯，唔能夠證明係咖啡直接導致呢啲變化。研究人員仲話需要更多嘅研究，包括動物實驗，甚至日後嘅人體介入研究，先至可以搞清楚背後嘅機制。所以咧唔好即刻諗，哇！我要飲更多咖啡先得啊嚇！今次嘅研究只係一個起點嚟嘅啫，仲未足以改變飲食建議。第二單新聞：100歲人瑞體內嘅殺癌細胞。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咧可以100歲，甚至可以活到110歲以上，都仲係健健康康呢？一項刊登喺 Cell Press 嘅最新研究發現，答案可能同一種罕見嘅免疫細胞有關。我哋身體咧有一種叫做 T helper cells， 即係 CD4 細胞，呢一種免疫細胞，通常咧係負責幫手協調免疫反應嘅。不過咧有一種罕見嘅版本咧就叫做cytotoxic CD4 T cells， 簡稱 CD4-CTL。佢哋咧唔係幫手，係殺手喎，專門咧就係搜尋啦、消滅受感染、受損又或者咧係癌唔變嘅細胞。研究人員咧就分析咗28位日本參與者嘅血液樣本，70、80、90歲嘅組別入邊咧 ，CD4-CTL 嘅中位數比例咧大約係4%。去到100歲以上嘅100歲人瑞咧，中位數咧升到9.6%，而超過100歲嘅人瑞，即係110歲以上咧就更加高啊，高達17.6%。研究人員咧就分析咗28位日本參與者嘅血液樣本啦，70、80、90歲嘅組別入邊咧 ，CD4-CTL 嘅中位數比例咧大約係4%。到咗100歲以上嘅100歲人瑞咧，中位數升到9.6%，而超過100歲嘅人瑞，即係110歲以上嘅咧，就更加高，高達17.6%。咁即係話咧，隨住年齡增長啊，呢一種殺手細胞唔單止冇減少，反而咧越嚟越多。研究人員仲發現咧，呢啲細胞好活躍，冇疲勞衰竭嘅跡象，而且大約1/3嘅 CD4-CTL 咧係由一粒原始細胞複製出嚟嘅。咁即係咧，身體識得大量生產呢一種殺手細胞去對抗威脅啊！University of Osaka 嘅免疫學家 Kozuki
Hashimoto 話，免疫衰老唔只係一個衰老嘅過程，某一啲 T 細胞嘅選擇性擴增，代表咧即使去到咧極高嘅年齡，免疫系統仍然可以繼續適應年齡帶嚟嘅挑戰。不過要留意啦，呢一個嘅研究咧只係咧得28個人，而且全部咧都係嚟自日本，未必能夠可以咧係代表全球人類嘅現象。不過咧就提供咗一個好有趣嘅線索喎，就係咩咧？就係長壽可能同免疫系統唔識得訓練出更多殺手細胞有關。第三單嘅新聞，印度研發智能抗癌藥，呢個可能係改變未來醫治癌症嘅消息。印度科學家研發咗一種咧，可以話係只係殺癌細胞唔傷好細胞嘅實驗藥物，叫做 RK25。傳統化療嘅問題係咩？大家都知㗎啦，佢主要攻擊咧快速分裂嘅細胞啦，癌細胞分裂得快，所以特別容易咧係受到影響。但係身體入面咧有一啲健康嘅細胞，譬如我哋嘅頭髮啦、腸道細胞啊咁，一樣都分裂得好快，所以化療咧通常咧都會連好嘅細胞咧都傷害嘅，帶嚟好多不同嘅副作用。RK251咧就係想解決呢一個問題。呢個藥物咧就係 Dr. Asis Bala 嚟自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仲有嚟Dr. K.B. Babak 嚟自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wahati 一齊合作研發。研究亦都已經刊登喺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26年7月嘅時候咧就係刊登嘅。佢嘅原理咧就係 RK251 本身係一種前驅藥 prodrug， 即係話喺血液裡面循環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唔活躍嘅狀態。但係癌細胞內部通常有較高水平嘅 reactive oxygen species。當 RK251 遇到高嘅 ROS 環境嘅時候咧，就會被觸發釋放出一種叫做 NBDHEX 嘅強力抗癌成分。NBDHEX 咧會阻斷癌細胞用嚟生存同埋抵抗治療嘅蛋白質，等於係斷咗癌細胞嘅求生後路。因為呢個機制咧只係喺高 ROS 環境先會啟動，理論上可以減少對健康細胞嘅傷害。喺實驗室嘅初步研究 （preclinical studies） 入面咧，RK251 對於一種好惡嘅乳癌類型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三陰性乳癌顯示出強烈抑制效果，同時對於健康細胞影響明顯比較少。不過咧，而家 RK251 咧仲喺 preclinical， 即係喺實驗室裏邊做實驗，仲未喺人體上面咧係做測試嘅。研究人員都話咧，需要大量嘅測試先至可以進入臨床嘅階段，暫時唔應該被形容為治療癌症嘅方法。所以咧，報道嘅標題話有機會取代化療係一個未來嘅可能性，唔係依家用嘅藥。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正係接受癌症嘅治療，請以主診醫生嘅方案為準，唔好被呢一類初步嘅消息影響治療嘅決定。第四單嘅新聞，皮膚癌疫苗嘅突破，聽落好似好震撼，一個個人化嘅疫苗啦，配合藥物一齊用喺臨床試驗當中，成功阻止咧皮膚癌復發。BBC 嘅呢個報導咧就形容今次嘅結果咧，為癌症治療咧就上咗一個潛在嘅分水嶺時刻，因為呢一種個人化疫苗結合藥物治療嘅組合咧，喺試驗患者身上成功阻止咗皮膚癌，即係黑色素瘤復發。不過呢單新聞咧屬於初步，令人興奮嘅結果，但係暫時公開報導嘅細節咧仍然有限。跟翻我哋一貫嘅原則啦，初步試驗結果值得留意同埋期待，但係實際適用範圍啦、長期效果啦，仲需要更多正式嘅資料同研究跟進咧，先至可以確定。嗱，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咧，淨係對皮膚癌治療決定，呢類新聞可以作為留意嘅方向。不過都係嗰句啦，實際治療選項一定要由腫瘤科醫生根據個人病情嚟到判斷。最後一單嘅越讀越健康新聞同濕疹有關啊！濕疹食抗組織胺其實冇乜用，我相信對於好多濕疹嘅患者啦，又或者咧有濕疹嘅孩子嘅一啲嘅家長咧，對於呢一單消息可能都好緊張啊嚇！原來我哋慣常用嚟止痕嘅抗組織胺咧，未必同我哋想象之中嘅效果咧咁有用喎。喺美國咧，接近一半患有濕疹嘅人咧，都會用口服抗胺組織咧去舒緩發作時候嘅症狀。不過一項刊登喺BMJ 2026年7月29號發表嘅分析就話呢
呢一種嘅做法咧，效果好有限。呢一個分析咧檢視咗47項臨床試驗，涵蓋咧超過6200名兒童同埋成人，年齡咧係1至到43歲，52%咧就係女性嚟嘅。大部分咧都係患有中度至到嚴重嘅濕疹。研究人員咧就評估抗組織胺同埋其他藥物對於止痕同埋改善睡眠等等症狀嘅實際效果。結果就話啦，抗組織胺咧確實係有啲改善嘅，但係幅度細到病人根本咧感覺唔到。無論係舊式即係第一代嘅抗組織胺，例如 diphenhydramine， 定係新式即係第二代非鎮靜式抗組織胺，例如 Laurotide， 對於醫生評估嘅濕疹嚴重程度嘅評分咧，平均只係改善1.87分，滿分係83分啊，遠低於病人可以察覺到嘅8.2分呢一個門檻。痕癢評分方面咧，改善少過1分，滿分係10分，亦都遠低於被視為有意義嘅3分門檻。更加需要嘅咧就係安全性啊！第一代嘅抗組織胺咧喺研究入面咧，每1000個病人咧就有多出大約66宗認知功能受損嘅個案，包括咧混亂同埋記憶力嘅問題，而且因為副作用停藥嘅比例咧都較高。第二代嘅藥物入面咧 Laurotide 咧冇明顯嘅認知影響，但係 Cetirizine 同埋 Levocetirizine 就有咧輕微增加嘅風險，所以咧研究作者都建議啦，唔應該咧將抗組織胺咧當成常規嘅濕疹治療，因為效果有限，但係可能帶嚟不必要嘅風險。佢就建議真正有效嘅初步選擇係一啲嘅保濕劑 moisturizer， 同埋咧就係外用嘅抗炎藥物 topical anti-inflammatories。不過咧，如果你本身有其他過敏嘅症狀，譬如風癩或者係鼻敏感咧，抗組織胺仍然可能係合理嘅選擇。即係話咧，如果你純粹咧只不過係希望可以咧係阻止咧濕疹帶嚟嘅痕癢嘅話咧，咁服用抗組織胺咧未必係咁理想啦。不如同你嘅醫生或者係皮膚科醫生啊一齊商量一下一啲嘅保濕劑啦，或者係一啲外用藥嘅選擇。今集5單嘅健康新聞咧，其實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健康資訊唔係淨係可以睇標題㗎，一定要睇清楚背後嘅證據，係初步觀察嘅研究啊，實驗室嘅研究啊，定係大型嘅臨床研究呢？希望你喜歡今日為大家帶嚟嘅閱讀健康新聞。每個星期咧都會將最新嘅健康資訊，包括一啲研究嘅最新發展啦，或者係藥物嘅資訊咧送俾大家。可能係真係有啲心結一啲嘅，我自己都覺得係啊。不過咧，起碼都知道咧最新嘅一啲資訊啦，或者關於健康嘅科學嘅發展啊嚇。咁希望大家多啲留意，亦都希望你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我嘅 channel， 彭程的健康生活頻道，越讀越健康，閱讀健康新聞一樣，希望帶多啲健康資訊俾你，希望大家越嚟越健康嘅。今個星期講到呢一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